来看桌球协会取消桌球选手曾智嫣学生业余店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引起争议。体育署长郑世忠今仔就批评桌球协会无徛伫选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讲要予桌球协会一天的时间来回应，嘛要求桌球协会秘书长叶国钦就要公开回释的。透早桌球名将曾智嫣爱赌，桌球是名册叶一点。得到曾智嫣的球馆练球，反向民众动作到位，也毋过伊原本被报名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赛，却因为比赛甲亚洲青少年桌球锦标赛相碰。桌球协会希望伊参加亚青赛，取消伊参加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代志闹到真大，曾智嫣父亲无愿意加讲，也毋过曾智嫣学生的家长是看袂落去。应该是要为选手加油才对啊！这个事情我看是这样子的，因为选手本身练球每天都早出晚归。体育署署长郑世忠透早到立法院批评桌球协会无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的思维，发消予道协一日时间好好回应选手的需求，也要求道协秘书长叶国钦公开回释嘞，若无要暂停道协所有的补助款。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协会，在政府耐心的提醒，依然不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这样的思维，依然不愿意认错，绝对不应该漠视选手的声音。要求桌协的秘书长必须要给庄智渊跟这个选手一个道歉，选训制度应该要重新尽快的检讨。杨一田透早由原照常到球馆练球，照常训练行程，针对事件无对外回应。叶一田妈妈是伫平台发文，感谢体育署停球员做选手背后的靠山。刘伟也要求道协秘书长叶国钦爱向选手来回释嘞，搁改良选训等制度。记者打电话予曾智嫣母亲无回应，也打电话予叶国钦，手机也无接。道协表示，叶国钦透早有看证的行程，未入来办公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